我们认为，美中关系将维持长期竞争的结构态势。对于未来的情势发展，政府都会持续观察评估。台海和平稳定，有利于印太区域繁荣稳定。政府致力于维持两岸和平的政策立场一贯而坚定，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及民主自由。我们也呼吁对岸对区域和平要有承担应有的责任。中共对美前官员实施制裁，并一再以负面的言论对我恶意批判，反映其对民主价值以及制度运作的缺乏认知，不了解台湾民意，不仅无助两岸关系的发展，也只会徒增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反感。关于香港昨天的这个大抓捕，那么国际社会跟台湾有同步关切。我们对于昨天港方分路突击、大肆拘捕香港民主人士，我方跟国际社会同感震惊，并谴责任何压迫民主人权的恶霸行径。港版国安法动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打击民主人士，不仅凸显香港基本法对港人权益的保障形同具文，其恶行恶状更使香港由东方明珠变成触目惊心的东方炼狱。如果香港的民主自由持续沦丧，并影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，我想这个对中国大陆半点好处都没有，而且也坐实了中共背信毁诺的本质。相关方面应审慎收敛，否则终遭致死恶果。我方也会持续的和国际社会持续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。您刚刚有提到，香港的情形持续恶化，政府坚定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治，是一贯而坚定。除了将依据人道原则及既有的法规规范，透过公私协力方式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人道协助外，也会持续精进现有的法规及制度，透过制度化的机制及力量，给予香港人最实际的支持与帮助。政府也会持续密注港版国安法实施的状况，港澳最新的情势发展，中共与港府的作为。昨天有关的网传我们驻港的办事处官员在香港遭拘捕，我们要特别澄清，这不是事实。我们的驻港办事处仍然运作如常，持续为台港民众提供服务。